好，来继续来看，有这个外送平台最近来公布着外送员的薪水，讲一点钟平均赚270块，比现行的法规时薪190块加真多，算是真袂歹的薪水。但是引发着外送产业工会不满，讲事实根本毋是安尼，讲平台的算法有出入，甲无应该算的拢算落。讲实际上，用要所有的外送员，拢无法度摕到遐尔好康的薪水。人气叫价的外送人员接单，然后大家小项无形送餐点，外送的商机是愈做愈大盘。最近，有外送平台头一摆公开家己的生理盘，送单的期间平均1点钟的薪水。平台讲扣掉成本了后，净收入是1点钟27，有生理盘收入摆伫咧前25%，平均1点钟的薪水来到312块。太高了，平均要200到220吧。不过认真算咧，有伫咧认真送食的外送人员，卡出讲1点钟薪水312块，新8点钟搁新1个月，一个月之薪水可能超过7万。要趁甲遮尔济是逐个月必须要做350点钟到400点钟，平均逐礼拜做80点钟，是一般上班族的2倍，爱做甲系列咧。因为你就必须要多花时间去跑这些东西，它就是用烫奖来绑定你这样子。平台公布的217比现主时法规10点钟上价工资190块拢更较悬，不过工会控诉平台算法可能真差，因为这217包含基本车资、走规载奖金、生理好的时段奖金、含气候奖金等等。若是扣掉奖金，就会减超40%，等于实际领到的敢若剩162块，而且等候评定时数佫也未算不起。备勤时间它有很明显的城乡差距。那在乡下，也许2-3个小时都接不到一单，这些落差都导致说，其实平台故意把整个数字做得很漂亮，可是它并不符合外送员的工作实情。就惊款项受到影响，工会希望会当立转发，包含基本车资、领奖金的比例，或接受保险的补助等等，和外送人员的保障更加完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